阿李柱銘講，佢你唔滿意你咪退黨咯。司徒話天要下雨娘要嫁人，有報應㗎，硬性會上腦㗎哥。司徒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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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前係共產黨嘅人參加學友社，係共產黨嘅人。因為1989年俾共產黨趕走喺草委會，今日司徒華帶成個民主黨副局，係咪應該？司徒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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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司徒華唔夠膽寫自傳，係因為佢由1940幾年到1980幾年嗰段歷史係唔見得光嘅。司徒華，司徒華，民主黨，司徒華，民主黨，司徒華，民主黨，司徒華。唔好忘記何俊仁啊！何俊仁，何俊仁。何俊仁，何俊仁，何俊仁，我哋話仆街係俾面佢，應該落地獄，因為所有人投票俾司徒華同民主黨都呃咗啱19年，1991年呢個民主黨食人血饅頭喺六四犧牲者嘅鮮血嗰度，話佢要結束一黨專政啊！今日佢做咗中聯辦嘅入幕之賓，仲結出乜嘢專政啊？司徒華，民主黨，何俊仁，司徒華，民主黨，何俊仁，話係結束一黨專政起家嘅。今日喺佢控制嘅教協會，喺佢操縱嘅民主黨大會裏邊，同仇敵愾，要結束一黨專政。你估結束咩專政啊？就係批判社民連啊！司徒華你白痴㗎！呢一個中共有7000萬黨員，有200萬解放軍，你批判我做咩啊？你當日唔係鬧董建華㗎咩？叫你唔好搞㗎咩？司徒華今日走到呢一步，係非常之可惜。你係結束社民連一黨專政咩？我哋得3個立法會議員，日日俾警察拉，你可以結束我哋專政咩？司徒華你結束一黨專政嗌邊個先？所以你從來都唔講結束中共專政啫，就咁簡單啦。